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帛琉的总统惠恕仁，今仔日在台湾的第4天，一透早为台北坐高铁落南，到渔业署，伫个高雄永安所建置的全台湾第1座的冷排水养殖试验场去参访。中昼时，市长陈其迈请食饭，下晡继续来参访到高雄甲屏东的游艇公司。 帛琉总统惠恕仁来台湾第4天，落南参访养殖和游艇业者。第一站是来到渔业署伫高雄永安区建置的全台第1座冷排水养殖试验场。不过内部参观无对外，现场负责人表示安排一寡活动的活动。在帛琉，你只能吃龙虾，可能没有办法玩龙虾。那我们今天有特地准备了一些东西，可以让他知道说，龙虾其实它全程养殖。 是很有趣的。虽然现场有淡薄仔 delay， 惠恕仁总统也是真认真了解冷排水养殖量下技术。那他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边，看到我们台湾的这些新的科技，那也希望说跟我们缔结这种伙伴关系，让我们台湾的这些高科技能够导引到帛琉去。对台湾这套养殖技术，惠恕仁真有兴趣。接落来中昼顿，伊会接受市长陈其迈的邀请。 下晡伊会参访高雄和屏东的游艇公司。台湾打造的游艇伫全球拢是前几名，帛琉以海岛的旅游有名。一摆总统惠恕仁参访，国际欧陆的 NIT 游艇，希望会使透过这摆来落订单。伫这摆的台湾帛琉交流开创新南海商机。